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4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第74届联合国大会，将在美国纽约举行，全球60个国家的领袖出席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原本按算未出现的美国总统川普嘛意外出现伫会场，也毋过并无发言，伫现场的15分钟就离开。德国总理梅克尔嘛表示德国希望会当伫2050年零碳排，伫2022年会甲最后一座迄顿唱关掉。第74届联合国大会23召开特别峰会，对安怎因应气候变迁提出具体方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这代人无尽到保护地球责任，就要进行改变。We face at least 3 degrees Celsius of global heating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 I will not be there, but my granddaughters will, and your grandchildren too. I refuse to be an accomplice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own and only home. I will not be a silent witness to the crime of dooming our present and destroying their right to a sustainable future. 斯丁对抗气候变迁青年格瑞塔桑伯格发起为气候罢课，有超过163个400万人响应，因为出席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You have stolen my dreams and my childhood with your empty words, and yet I'm one of the lucky ones. People are suffering, people are dying, entire ecosystems are collapsing. We are in the beginning of a mass extinction, and all you can talk about is money and fairy tales of eternal economic growth. How dare you! 这场峰会有差不多60个国家的领袖出席，原本有假未来美国总统川普嘛意外出现，暗过无发言。听完印度总理莫迪甲德国总理梅克的演说了后，就离开。梅克发言时表示，德国伫2030年希望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到1990年的55%，伫2050年完成零碳排。Dazu wollen wir 2030 65%, das heißt 2/3 unserer Energieversorgung aus erneuerbaren Energien erwirtschaften. Wir werden 2022 aus der Kernenergie aussteigen und spätestens 2038 aus der Kohlekraftwerkswirtschaft. 为了向与会人士施压，互华府停摆活动，抗议人士锁定华府主要交通中心的4个地点。伫北京北平，有民众塞一只航船到路口，用链仔甲家己绑伫船顶，希望吸引各国领袖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顶礼拜气象到秋天的感觉，日时个暗时温度是差真济。今仔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宝山18度半。咱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跟东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其他的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好天的天气。过到了中南部的山区会有短暂阵雨，各地温度大约是21度到24度。因为中昼日头会较大，所以嘛较温暖北部跟东部温度是差不多27度到29度，也毋过南部地区天气犹原是真热，大约是31度到32度左右。继续来看今年第17号风台塔巴，这2天对日本九州跟乌克兰话南韩的济州岛、高富山地区造成影响，两个国家的死伤人数恐惊会超过60个人。再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彭哥日报是指出，全球暖化造成台湾都会区100年来温度变悬的幅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暖化无造成气候异常，食饭桌仔顶头嘛有真大的变化，菜价是起起落落，有时尾是食袂着，热带的疾病嘛有可能会增加。再来看自由时报，中南部的长安的产地顶个月因为大雨落未煞，拢无花通出，也毋过并无受到风台影响的宜兰的长安供应是真稳定。伫拍卖市场每公斤上悬爱284块，比7月初每公斤40块是起7倍。再来看《中国时报》，主计总处发布上新就业调查的结果，因为7月份大量的毕业生进入一场等等的原因8月份的失业率是3.89%，创下最近2年来上悬。其中因为公司的业务减少，失业的人数是愈来愈多，伫8月份有10万9千人。
再来看立法院昨初审通过新型的战机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哦，来向美国买60来台 F-16V 的战机哦，都有法院的依据。也毋过为怎样哦要决定要买 F-16V， 毋是 F-35？国防部长是强调，主要的考虑是希望战力会使马上来提升。立法院23初审通过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国军甲美国采购60台 F-16V 战机有法院依据咯。不过有立委质疑，为怎样是买 F-16V 战机，毋是 F-35？严德发讲，主要是考虑到爱需有战力。没有继续去争取 F-35这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快速形成战力。那 F-16V Block 拐动3年，它就可以接机了。那 F-35要10到15年。是第二个就是购机的成本35是比较高，第三个可以跟现役的 F-16接轨。为着要保强空军的战力，三型主伫战机当中的 F-16IDF 经过后战机拢进行升级。立委关心换上2000未来要安怎？到什么时候？到8年以后。是否是太除，还是要提升？我们国防部的准备是这个案子如何规划呢？现在跟法国达索公司已经在谈，就是后续换项的性能提升的规划。现在目前还在评估，还在谈。所以你有要提升吗？没有说要太除。有风声讲换上升级，法国方面乱下介绍，军方否认。敢若讲升级项目含金额拢搁咧讨论。除了空军，听讲着军嘛甲美国争取采购 M109A6 的主造炮，国防部也证实。陆军正在规划购买 M109A6 自走炮，那这部分是不是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它这个 A6 自走炮主要是合乎不对称的作战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希望，在新的年度能够炮兵地面部队的炮兵部队射程能够远一点，能够换装109A6。除了甲美国方面军购强化战力，国防自主嘛继续发展，各组新式高级教练机24会正式出奖，传出经过空军公开票选会将名号做永英，被解读有可能是有政治意思。严德发讲，名称和空军的中央军方飞行战机有关系，并无政治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财委会昨针对赵淑芬的案件进行专案报告。当初集团的人是用录开方式，先付出600多万，敢有洗钱的嫌疑。经管会主委郭立雄是表示，调查结果并无违反规定。当初逼出这案的立委黄国昌嘛质疑，总统府自一开始的回应就无老实。今年7月份，总统专机逼出违法走私粉品的案件，引起各界关心。当初是逼私粉案的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是碰叫，针对总统府第一时间否认有私粉对专机运落来。伊质疑总统府的发言人为着要转话题，唔拿讲白菜，搁发假消息。私烟有没有从总统专机上面搬下来的？有还是没有？预购了9200条是机边交易，另外有597条按照检方扣押了，它的确是从飞机上下来的。7997条有500多条就是从飞机上运下来的，要不要道歉？我这部分因为我不太清楚，之前我原因。好，没有关系，请你带回去给总统府的发言人。总统府副秘书长施克豪承认，确实有597条粉是对总统的专机炸出来的，而且针对外界质疑国安局人员吴宗宪透过以付钱的方式，使用局使银行信用卡录卡600多万来付粉的钱，敢是有洗钱的记录。金管会主委郭立雄表示，经过调查了后，目前都符合相关的规定。我们经查，他们有符合相关规定啊。针对私粉案，财政部已经对发现空厨管理无好来处罚75万。另外，总统府侍卫长、国安局长嘛请示落台。不过，同款嘛是互外界质疑，交通部的处罚是轻轻就准过。原本去互邀请去立法院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早起是请假无出席，嘛引起内亚立委不满。我在这边严厉的谴责陈菊秘书长。他也不注重法纪，也不接受人民的监督。对这个代志，总统府表示，依宪法征收条文规定，总统府秘书长除了立法院审查府预算，还有审查府主管法案时阵需要列席备询以外，无接受立法院邀请进行报告，是符合宪法规定，还有宪政惯例。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证明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是真的，总统府长公开蔡总统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论文原稿，嘛解释讲欠6页是因为当初影印的时阵漏交，蔡总统嘛决定要授权国家图书馆哦，把论文公开。总统，民调17大幅领先，对选情有没有信心？
面对媒体民调大幅度领先国民党对手韩国瑜，总统蔡英文面带笑容，暗过问到波士顿文的争议，真紧就离开。蔡总统波士顿文的争议拖真久，为着要释疑，总统府23大动作举行记者会，提出蔡总统伫伦敦进行下院的波士顿文原稿。原稿为什么会没有装订呢？很简单，因为当年只能用影印的。所以，你如果第一本把它装订了，你后面还要再拆开来影印，事实上是有困难，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储存的这个设备。35当前的波士顿文原稿，府方就爱搁挂白手套啊，真细致甲掀开。总统府强调，外界质疑的原始顿文有欠内页，是因为翻印疏漏，伫咧其他翻印本会当看到完整的页数，并无问题。所以你用36年后的现在来推论36年前，那当然很多逻辑上面的谬误。蔡总统的论文写作期间是从1981年到1983年之间，当年的确是一页一页用打字机打出来的。发言人阁解释讲，蔡总统的论文是当场考试通过，教授无要求修改，而且考试委员无需要签名，阁再加上当年无电脑档案，所以手工修改真正常。府方嘛强调，蔡总统的学位证书影本伫咧正大教育部伦敦大厦拢有保存。为着要鼓励国务法的研究，蔡总统决定授权国家图书馆将论文公开。那为什么今天拿出来？为什么不是上个月拿出来啊？所以将来还要应验很多国家的变局啊。这个处事就要明快一点，所以如果他今天拿出来经得起检验的话，我们就给他肯定。对蔡总统总算公布论文，前副总统卢秀莲希望蔡总统有这个经验，未来处理国家大事、危机处理都爱明快。前大法官刘铁晶前几天发出亲笔批，强调要和蔡总统面谈，检视过伊的证书和论文，再聘请伊认假、该收听。但是卢秀莲认为，论文伫公布了后，唔相信的人嘛是会继续检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年内第一份年度预算书章公布，韩国瑜嘛到市会说明，明年预算收入会增加133亿，少钱64亿，比107年减少1亿。民进党是指出，中央明年其实有另外补助100亿，也毋过韩国瑜并无说明这笔钱的用途，嘛是继续少钱袂低。真侪高雄市国民党甲民进党的市议员互相呛声，互说明会无法度来进行。高雄市长韩国瑜早起原本去议会，要说明就任了后第一份家己团队编的年度总预算，啊，毋过真侪内容却有民进党议员来质疑，引起国民党议员不满。新兴的计划少之又少，除了青年局，除了所谓的珍珠计划等等的这一些，到底哪一些是不是是符合韩市长您所说的这一些跟市民的这些承诺？民进党议员质疑中央每年加补助100亿给高雄，啊，毋过市政府嘛是负债64亿，敢若比108年减1亿，甲选举进前讲要降低负债是完全无共款，而且提出来证件拢无做甲到，包括选举进前捌讲过要拆太平岛的石油，用石油来替高雄甲负债还了。挖石油的预算你编在哪里？高议员，你今天把这个话讲清楚，谁说挖石油的？谁说的？挖石油？您自己的竞选政见，我这里有白纸黑字出来。挖石油，您讲过的话，请时间到了哈。议员指出，韩国瑜落尾嘛是干会当卖低负债，而且阁爱靠中央才会当增加收入，要求韩国瑜对中央卡韩当局执政不力等等的讲法回失的。议会这个预算的这个意见交换会议，结果变成质询，好像感觉上这个气氛有一点中间一度剑拔弩张。反正我们市府团队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我想大家都有一点点错愕。韩国瑜强调，讲明年是这几年高雄负债上少的一档，差不多各局处的预算拢减要3%，用来加强路边、防大水、青年就业啊，个社福照顾。啊，毋过这部甲加强建设，互高雄的财政模力小，不离个卖继续拍拼来面对啊，个有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批评台北市长郭文哲，若继续闪避国家主权的问题，会互民众党变做是失根的政党。郭文哲暂时回应讲，台湾并无欠义和团。另外，针对郭文哲、郭台铭、王金平3个人的合作问题，王金平昨嘛讲会争取亲民党来推荐选总统。
身兼台湾民众党党主席的台北市长郭文哲，礼拜公布头一波立委提名名单，佮批评第三势力所犯的错误是伫咧统独的主体和人竞争。时代力量批评郭文哲回避国家主权立场，民众党会变成失禁的政党。郭文哲再度抢到登记，讲台湾无需要义和团。台湾的主体性，台湾的优先性，我们是哪个地方没有做到？我说奇怪，这个所以常常是这样的啊。我们需要的是明治维新的，不是义和团的。若是时代力量无法度接受两岸一家亲的论述，郭文哲表示，两岸一家亲无干涉政治，是伫咧中美对抗的局面之下，思考台湾的定位问题。另外，纾困案，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早起无去伫反映做纾困案的报告，嘛互郭文哲提出来讲。依法它不需要备询嘛 ，yes or no 嘛，要不然它就变大号的吴音玲了。郭文哲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的过歌王吉明，伫咧郭台铭要参加联署了后，一直强调参选到底的王金平，拜伊阁透露会拍拼争取亲民党推荐参选总统。任何可能都还继续存在嘛，看怎么努力嘛，看大家心境上怎么样一个转换嘛，你可以做这么解读嘛，或者你怎么去达到参选的一个结果呢？民众党22公布头一波立委名单，互人批评讲无特色，恐惊一时都选袂掉。郭文哲认为，人因为有梦想才伟大。2014年参选市长的时，嘛互人讲选袂掉。但是伊的目标是要互台湾更加好，若是全面执政，国家烂，嘛无啥路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香港反送中抗争，礼拜日有示威者伫望街警察局外口放火，破坏香港的地铁，冲突不断。目前有风声讲10月7日是中国国庆，恐惊中国政府会展开镇压。也毋过专家是认为，除非是去打着国家主权的红线，无全面镇压的可能性并无悬。香港太子道西十字路口庆祝乌烟，消防员随赶去现场拍火。23礼拜的香港街路真无平静，尤其暗时10点，反送中示威者伫咧旺角警署外口设路上搁放火。港铁太子站和旺角站宣布暂时关起来，防暴警察嘛是展开驱离行动。抓人的期间，有民众被制服伫裤骹，港警甚至讲用胡椒喷雾向准记者实施无差别攻击，场面真乱。经过一暝激烈的冲突，港铁各线今仔日恢复正常营运。不过沙田站的设施毁损了真严重，部分闸门无正常。港铁是紧修好，搁严厉谴责示威人士。但是有民众表示，港府要回应5大訴求，抗爭行動升級是預料中嘅代志。我覺得係政府有啲唔合理嘅情況發生咗，一啲適當嘅一啲爭執係會發生咯，係咁一直係咁拖喺度迴避啦。咁而家都成3個月啦，咁好明顯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存在緊。反送中抗爭也未休，23伫石龍塘的中學生發起連儂牆活動，要求港府正視5大訴求。但是外界不斷傳出10月7日的中國國慶有可能是中國設下反送中運動死線。專家是認為，除非去達到國家主權的紅線，若無機會無介大。從來未聽過10一死線呢回事喎。事實上咧，你要應對社會行動咧，就要考慮埋內外嘅複雜因素咧。定死線咧係冇乜大意思嘅，即係除非咧。你想用一個強大嘅武力嚟到去將嗰啲香港嘅暴力鎮壓住。之前有部分示威者伫咧抗爭嘅期間，唔拿打個毀損國旗，引起前香港特首梁振英批評，個宣賞侮辱國徽嘅人士，強調只要舉報，唔管是事前事後，攏總有賞。反送中運動到今已經超過3個月，一直到目前，港警已經抓1556個人，年紀上細漢嘅敢若12歲。不過群眾抗爭腳步並無停落來。10月7日已經有香港人計劃發起港島遊行，當拍送甲警方申請無反對通知書。記者綜合報道。来看香港二手大學有一名，來看高雄的二手大學有一名香港的學生，因為伫宿舍的房間打反送中的宣傳，甲中國學生起衝突。一名香港學生曾出面批評講學校攏無要處理，佮互這個中國學生繼續待佇伊附近的房間內底，互伊驚甲唔敢家己一個人出門。學校是表示這個中國學生已經知影家己唔對，嘛問伊講敢願意來換宿舍。伫房間門口打真濟紙條啊，而且閣寫真大字的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讀高雄二手大學香港籍學生，因為進前佇宿舍打即掛字，即個月13叫隔壁房間的3個中國學生來找麻煩，落尾毋但去互罵，閣去互電阿媽滾。
他一步一步的逼来嘛，我就压开他们，然后他就说我推他了，然后他就一手掐着我的脖子，然后我的后脑就撞到我的门口。他就也是就很嚣张的说了几句，然后他看到我们就拿水泼我们。受害香港学生强调讲，若迄当阵受到暴力，落尾拄到对方搁去互霸凌，报警查了后，中国学生虽然伫派出所甲因会师咧，双方嘛初步达成和解。毋过香港学生到今搁毋敢家己出门，还搁有大翻送中标语，而且搁出面讲学校无任何改善甲保护因的做法，而且教官搁爱因卖找媒体来投诉。很危险，如果继续住在同一个城，但是他们没有回应，只是说，如果真的要的话，可以我们搬走。当事人的同意之下，我们才会去调整学生的宿舍。那我们学校部分是不会强迫学生是要去被动的调整宿舍。学校表示会搁来问中国学生敢是愿意换宿舍。最近中天委员会嘛会讨论中国学生的处罚，毋过香港学生认为宿舍的走廊应该嘛会到监视器，避免香港学生搁受到威胁，嘛会当享受台湾的言论自由。记者综合报道。互中国掠去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德爸爸顶个月往生，李明德摊手李静茹将陪到中国通知李明德。李静茹希望中国会使同意李明德转来台湾送因老爸最后一程，伊愿意留伫中国做任职，甲李明德来交换。互中国关押到即阵的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德的家后李静茹，进前向陆委会发文，希望因得到协助。向中国赤山家教申请李明德回台奔送，因为李明德老爸在8月17过身。陆委会已经在第一时间透过既有的联系管道向陆方提出，我们要求陆方协调有关部门落实保障李明哲先生及其家属应有的权益。本会呼吁陆方应该要积极重视，尽速回应家属的诉求。李明德是在2017年3月入境中国了后被失踪，中国证实因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抓，后来在9月公开受审被认罪，被判刑5年。即阵也伫关押中。李的家后李静茹甲李明德的老母在下晡3点外坐飞机到大陆。出发进前，伊发出声明讲，捌提出一份申请书，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应允准李明德转来台湾参加丧事。因保证李明德转来台湾祭拜老爸了后，绝对会勇敢，搁再去中国复原其他的刑期。若是中国不爱相信，愿意在李明德转来台湾参加丧事期间留伫中国大陆做任职。对此，人权团体也提出呼吁，希望中国政府依据法令甲惯例，应互伊转来。不管今天我们不去讨论到底所谓的言论自由、网络上言论自由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犯罪行为，但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些人道的处理跟考量了。那这个其实在联合国或者说一些对于监狱的囚犯的一些最低标准、曼德拉原则里面也都有相关的一些规范。临海基会发出新闻稿讲，希望大陆海协会基于人道甲亲情的考虑，应同意李明德转来台湾参加丧事。即阵也已经派人陪同协助李静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向加拿大要求引渡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案件，加拿大时间9月23开始，要连续8天来审问。孟晚舟穿咖啡色外套，甲银色管搭，个坐车到法院出庭，伊的脚有分开大细电子脚镣。孟晚舟伫去年12月7日为香港飞往墨西哥，伫加拿大温哥华转机的时阵，互警方抓起。美国当局伫今年的1月底，对华为跟孟晚舟提出23项的指控，包括银行跟电信诈欺、妨碍司法、跟偷摕商业机密等等。再来看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最近因为种族歧视的问题引起争议。为了提升选情，杜鲁道提出为中产阶级来减税，跟手机费用来降低25%，这2项政策指标，希望会使争取选民的支持。美国时代杂志一张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在少年的时，甲面甲手破乌装作阿拉丁参加学校活动相片，引起争议。杜鲁道虽承认过去无好行为，嘛几落摆公开回实咧。毋过这事件还是对10月下的国会大选造成一寡冲击。Take responsibility for my actions, and I commit to Canadians to be a better ally in fighting discrimination and racism every single day.
真侪民调拢显示，执政的自由党甲在野的保守党支持度原本就差不多。伫这个新闻出来了后，即马是差搁较少。为着转移民众焦点，救选前拄到提出2项重要政见，包括降价加拿大伫全世界排伫头前的珍贵超级费用，甲对中产阶级减税。To start, a re-elected Liberal government will make sure the middle class and those working hard to join it have more money tax-free. Under our plan, middle-class Canadians won't pay taxes on the first $15,000 of income they earn. 杜道表示，经过调整税额互定，甲减少25%的超级费用。执政党希望当年幸福民众的钱，一个家庭有超过1500加币，差不多是新台币35000块。杜鲁道想要救选前的政策，就看民众是不是会当接受。记者综合报道。南韩伫33年前有一件发生连环杀人案，5年有9名女性被中干了杀害，只有1名被害人幸运活落来。当时军方佮警方动员200万外人针对2万外人做调查，嘛是无找到凶手。也毋过伫顶礼拜，这案件有重大突破，咱做伙来了解。查某人暗时行伫咧路边，结果去红队，然后被绑票，去互性侵杀害，拼伫咧红高野外。警方以各种传统的方式办案，也是无法度逼出口径，找出凶手。随着类似的案件一件搁一件发生，这件连环杀人案也互整个南韩社会未者未困定。南韩导演奉浩俊伫咧2003年杀出的电影《杀人回忆》，就是根据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案件——华夏连环杀人案。这件伫咧1986年到1991年期间发生伫咧首尔南方华夏附近庄仔头性侵杀人的案件，总共10个女性受害，因的年岁为13岁到71岁拢有，只有1个人逃过死劫。因拢去互凶手领地，凶手垃圾的手段实在有影无天良。警方迄当时动员200万军警，调查超过2万个科技人士，比对4万外个指纹，毋过拢无找到。今年7月份，搁再将相关物证进行 DNA 比对，案件总算有重大发现。 먼저 오랜 기간 동안 사건을 해결하지 못해 당시 사건의 피해자와 유족분들께 심심한 애도의 말씀을 드리며 국민 여러분께도 송구스럽게 생각합니다. 警方表示，这个去互锁定是嫌犯的 DNA， 甲华夏连环杀人案内底第5、第7、甲第9件受害者女性的 DNA 物证大号符合。即阵已经甲其他案件的物证交互研究单位来分析，即阵就等结果出来。南韩媒体透露，这个今年56岁姓李的嫌犯是伫咧1994年性侵伊的小姨仔，然后甲伊抬死，伊去互判无期徒刑。即阵人伫咧釜山监狱服刑。虽然这件南韩史上上届歹心毒刑的杀人案追诉期伫咧2006年的时就已经过啊，不过南韩警方也是尽全力进行后续的调查，希望真正有真相大白的迄一天。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咱来看婚姻关落水溪，只要寒人要来刷石啊，就会四界批。也毋过最近因为落水溪水位降低，短短5天刷布啊就增加300多公顷出来，防杯刷四界拢是，河川局嘛赶紧来处理。 坐工作车来分入至轮啊段内滩地勘查，因为最近落水溪水位降低，造成内滩地伫短短时间以来就增加300公顷走出来的土地。地势住伫落水溪沿岸的民众受到风批影响是海惨。拜托咱河川局甲咱市长会当甲阮创一个安全的设备，互阮即个农民会当安尼好好啊来安尼趁一下钱啊，足辛苦的。迄个消防注意无位。 啊！恁知影讲，伊都会浮起来，会打扫，开始风者，佫风佫遮强，迄上来了就是两只都做歹嘛。啊，这应该是迄个反应，应该是你得比我较清楚啊。第4河川局的人员表示，顶个月雨真济，落水溪水位较悬，啊，毋过进入9月了后，雨减少，水位降低甲真紧，高滩地增加。啊，毋过伫这个时阵有咸水分的软沙土啊，会影响机组人员入来作业。现主是已经紧急来做平铺式的防尘网来应变。 出海口的部分啊，较早是讲有一个大沙丘，咱即马就布水线抽水来去营业，所以讲目前咱未了的情形有法度获得控制，但是咱伫轮啊这个所在，特别是西螺这个所在，这是咱未来几个月、几个月，咱就知影讲，即马东北气温开始起来，
咱希望讲这个情形有法度控制起来。水利署表示，东北季风提早1个月，佮加上日头正炎，互河道内底走出来的面积增加，土北风造成风皮营野，去影响到沿海居民。即马铺这个风电网，佮来铺稻草，佮做杂水布花等等，而且佮居民有沟通的管道，加速风皮营野防治措施，来保障居民的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让消防队会使专心来救灾的本业，抓芳抓蛇的代志，就已经交予专业团队来处理哦。这个政策嘛已经实施第2年，也毋过彰化县消防局目前委外抓芳的经费已经用了咯，所以嘛是爱消防队家己来处理。有防火线请全套的装备，消防局委外业者准备抓芳，为着让消防员专心救灾救护工作，彰化县去年底开始抓芳抓蛇的业务委外办理，也毋过今年敢若到8月抓芳的经费都已经用了。刷落来到年底这个浪芳，消防队员爱甲抓芳的工作搁接转来做。目前我们捕风的预算已经用完了。那在年底之前，这个过渡空窗期呢，我们会由我们的消防同仁来接手，继续为你服务。有关预算编列，明年我们会考量今年的整个执行情形，通盘再来做整体的一个预算合理的分配。彰化县去年抓芳抓蛇的勤务超过8000件，数量真多。抓芳抓蛇的业务委外了后，去年底到今年8月，抓芳的案件超过1900件。年度542万的经费，也未到年底已经用了。抓蛇的案件有2000多件，好在在即马还有剩的经费会当执行。那透过委外的一个方式执行呢，对我们同仁的工作的减轻。那更能够专注于救灾救护等为这个专业的工作。今年度委外抓芳的经费用了，进前线山乡有学生啊去虎头芳顶，都是由消防队出动来抓芳。目前全台湾各县市的抓芳抓蛇业务，普遍也个是消防农警协调分工的过渡时期，要让消防队回归救灾救护的本业，完全唔免个抓芳抓蛇，恐惊也个有一段路要行。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反映讲，台中的车路常常为2线道变3线道，所以赛车的民众无注意，就有可能会去收到乌白换车道的罚单，爱罚900块，或者这民众是真唔甘愿。车原本开伫外线，来到路口变做3线道，这时阵若是继续直行的车会对外线变做开伫内线车道。这当时若是不拍方向灯，就可能会食到一张任意变换车道的罚单咯。一正常行驶，开在中线车道，我不偏左也不偏右。说没有打方向灯，要打方向灯，请问你，我到底要打左边还是要打右边？罚单顶面写着变换车道无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罚900，开车人感觉无合理。不过警方讲，地面飘线是依照道路状况所画，一旦开车时阵有跨越飘线行为，依法也是必须拍方向灯来警示。台中市有几内路段拢出现内线直行变外线，发生真危险的情形。台中市警察局讲，主要是依照画线标准所画线的，才发生这种状况。你是直行车的话，你会打方向灯吗？我这样我不会啊，因为我没有要变换车道啊。因为我直走啊，为什么要打这样灯？哦，是不合理啊！到了这个路口，它有多一个左转弯的专用车道的时候，那它可能会在这边会画设一个向右偏转的一个标线。那所以说，车辆它行驶到这个接近路口的时候，它如果直行，它变成说它会去压缩到那个内侧车道车辆行驶的一个动线。警方也知讲开车人的这种情形，不过依法只好开单。台中市交通局讲，飘线画设标准是公路局的权限，有当时因为路幅大小变化，直直的马路过一路口飘线路差半个车道的状况。除了提醒用路人变换车道必须要拍灯，也尽量在法规甲现实情况的调整，减少车道偏移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局公告，为了要鼓励青年创业者投入旅行业，决定要放宽以前的旅行社资本额为300万，要降到120万。观光客骑着脚踏车慢慢来看风景，体验家己用刀仔来下甘蔗。近年来，台湾流行农村部落体验小旅行，不过因为法定观光条例规定，要有旅行社营业证照，才法度提供加大包车套装的行程。
为了鼓励青年投入旅行业，交通部观光局公告旅行业管理规则修正条例，降低以种的旅行社的限制，对300万降到120万块。一个青创的青年要有120万是不容易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还要你有先行的动作。比如我们说，你有办公室一个处所，就是我们说的款贷款的方式。那其实我们觉得就只会压力越来越大。路亚在地青年讲，青年创业初期排袂少贷款，提出120万，永远是袂少数目。这阵旅行社分做3种，综合旅行社上计资本3000万，家众旅行社600万，综合甲家众旅行社营办国内外旅行业务，以种旅行社敢若限定办国内旅游。修法了后，以种旅行社降低到120万，也开放业者应提供有合法居留证外籍人士伫台湾的旅游服务。年轻人在地方做这种地区小旅行的服务，他并不是要跟这些传统旅游业者去抢市场，因为根本就是不同的需求。国际旅客人数已经超过1000万，所以即便你是成立乙种旅行社，你也没有办法去承接这1000万国外旅客的生意。有业者讲，政府鼓励青年回乡推广在地文化、社区体验活动，也是甲一般旅行业定位无同。建议学日本新增加区域型旅行，提供法源依据降低限制，满足小旅游的体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有一间以鸟仔为主题观光园区，按说明年会开幕。园区内面有超过200种的动物，咱嘛做伙来看卖。这些动物唔那温顺，佮甲人塞奶，甲人真亲近，互人看到心肝拢锁起，压力甲烦恼拢会放袂记。这嘛是业者优家负起做这个园区的目的，互大家会当放轻松来吃佚佗。这里应该以后是全世界最奇特的一个景点，尤其迷你小动物，还有我们里面所有的现在设计那个厕所都是用鸟蛋所造成的。这个私人的鸟仔园伫南投草屯的富寮里，有超过16公顷遐尼宽。业者尤家父因为真介意动物哪饲哪济，后来想讲开一间动物园较贵气，所以尽心尽力要来规划全世界上特别的景点。目前正在赶工起做。很多这个奇异的这个鸟还有这个这个动物可以说非常非常多我们的期待这个可以带动草屯以及带动我们南投。业者讲因按算伫明年12月开幕，鸟仔园若有济古锥的动物，嘛结合生态旅游甲环境教育，互大家来遮行搭放松一下。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有真侪运动鞋仔的大工厂，甲做鞋仔村的料，甲一寡在时料，嘛重新伫台湾以产学合作方式来制作新产型工艺鞋。最近逢甲大学的代表厂商，甲这个工艺鞋送到南投清流部落，嘛要甲部落做伙来推动友善农法。亲像下南投清流部落的老大人和囡仔做伙唱歌跳舞，体验这双新鞋穿起来的感觉。环保很重要，开心很高兴啊，很好，这个穿起来很舒服。要来我们老人文件站啦，去外面屋里都可以穿。这双鞋和一般鞋无同，材料有95%，拢是为运动鞋知名的品牌制作生产了后，剩的布料、树林料，也有回收的树林所做的。厂商和逢甲大学技术合作制作生产公益鞋，唔那强调品质无输名牌鞋，营收百会归户偏向部落。这双鞋是这个100%made in Taiwan，我们的布料就是最好的布料。那这个鞋底还有鞋的中叉都是100%再生的橡胶，所以整双鞋超过95%是循环经济，这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很重要啊，支持啊，环保就是利用那个回收，然后来再去制作那个鞋子。
公益会当讲是循环经济上好的表现，又搁和社会公益做连结。逢甲大学表示，除了送下到清流部落，迈和部落共同合作推动友善农法。部落穿着这样轻便的鞋子，会走得更远更长。一边70项的关于计划，甲环保和社会回归迎接的部落，双方签订合作备忘录，后续学校和部落合作，请上好的下行更较长的路。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才25岁黄宣如自细汉就对爸爸学人师哦，嘛拍拍女性袂使摕狮头的传统，不前哦，伊嘛甲爸爸的人狮团接落来，11月份要代替爸爸到中国去参加国际传统武术的比赛，要互世界看到台湾。锣鼓声响起，小玲飞天撞地，对灵珠变化出各种无同的灵阵。在你边仔用锣声带领赛阵的是云林布家灵狮武艺团的总监黄宣如。黄宣如今年才25岁，不过个自细汉就对爸爸学人狮，即阵也搁被邀请去到国外教人人狮的撇步。台湾的侨委会遴选，然后还派我们过去当教师这样，然后有在菲律宾待21天。可以看到各国的像大陆的武术，这样跟我们的不同。一转路去到国外，甲人分享交流。武艺团一出版就超过10人，不过补助的经费有限，团员阁需要再想办法。去那边的住宿要自己，那如果6天算5天住，至少也要4到6万。这样子，因为我们本身还要自己负担机票，经费目前是有一点问题在。阮公所方面有咧想办法啦希望咱各界这先进来得会使你来共襄永业盛举。黄宣如拍拍只有查甫会使摕狮头的传统，阁要继续对伊爸爸学功夫、教武艺团的精神传到国外。记者综合报道。这假话真严重，每一间大学嘛拢真认真来面对这个问题。除了有一寡系所停止招生了哦，冇好好看到产业的需要，亲像是殡葬业甲一寡 AI 科技相关的系所，拢真好来招学生，所以学校拢会随时来调整。学生体验多观察、参与活动，了解殡葬和服业的实习内容。南华大学生死学系硕士班和学士班2年来用要当挽招，注册率拢超过90%，甚至讲实习的期间，有半数学生互人自分毕业了后上班，考虑到相关领域的人才甲师资的需求，109学年会增设博士班。毕业后马上要给他们聘任的几乎超过50%以上，因为全国非常需要这方面的身心灵疗愈的专家，还有教学的师资，教育部核准我们设立生死学的博士班。明年第1年他设立博士班3位。除了生死学系等热门系所之外，南华大学有部分系所会进行减招，有了明年度专校会减70外个名额，这拢是受到少子化影响。各大专校因拢开始进行系所的调整，有的停招裁撤，嘛因应未来产业需求增设系所。亲像中华大学都要设立应用外语和智慧商务学士学位学程。主要是日本学生呢来我们中华大学以全英语的方式呢来学习 AI 以及资讯能力，看好呢未来AI 的发展的趋势，好，然后以及跨领域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学习。要培养 AI 和资讯能力的人才，中华大学指出，学校阁爱整并科技管理相关的学系，希望新的课程模组会当互学生下领域学习，培养竞争力。少子化的影响，学校这边要安怎兼顾现有系所的经营，并且呼应未来社会发展的趋势，才会当伫咧这波冲击当中徛在脚步。每一间学校拢得爱专业去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客运互内部员工检举讲，桃园站内底有大公告，写着讲因为欠人，人来是真晏，10月份的假哦，上济敢若会当休3天哦。工会质疑违反劳基法，也毋过桃园客运是出面解释讲，只是减少家己的排班数量尔，一个月嘛是有休9天，也毋过工会嘛希望说要来发动劳检。桃园客运近日内部打广告，因为10月份有龙坡甲总有会欠不真济，请大家都爱体谅。10月份的假基本上以3天为限，上济包括2天假日。按个广告甲打伫部分车站，真济司机人员更毋知影这样措施。无叫这样子失去呢？他的意思可能是10月份吧。那你们觉得会共体时间还是什么？应该是
看他个人的啦，看个人3天是真的有点少了，而且大部分有的开车的年纪，有的年纪蛮对，还是安全第一啦。同客运出面澄清，公司是7休的轮休制度，每个月甲有一半予司机家己排班，另外一半由公司安排。10月份开始减少家己排班的数量，一个月休困也是有高工。啊，不过因为司机人员欠人，确实有加班的状况。这是总天数啊，一定是完全符合相关的一个劳基法的规范，还是有9天的权利。那有可能需要出来加班，那就变成说就是给他加班费。他有一点变成强迫司机要按照公司的方式这样子走啊，不然都是他们在排啊。司机有一些也有想要拒绝啊。工会表示，同客运登记欠人，过去就欠加班费记录。工会伫这个月17，即向地方政府送追讨加班费调解案，会收集司机人员10月份的上班状况。若是讲有违法情形，会向劳动机关举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只为法国来的环保船哦，最近驶来到台湾，这只船的碳排放是非常的低，应用实际环保行动来宣传环保的理念。海洋游牧者号是一只低碳双体篷船，3天前对法国出国开始环游世界。上特别的是，这只船唔但会当家己发电、生产菜色和蛋白质，佫会当将粪扫变做堆肥。伫咧航行的过程当中，会当伫海上供应家己的生活。我们在船上自己种菜。特别是绿叶，所以我们有一个水培的植物系统，就是完全不用土，就是用水，然后还有一些液体的肥料，所以我们在船上可以吃那个地瓜叶，还有韭菜塔。我们在船上养蟋蟀。蟋蟀就是昆虫，也会提供很多的蛋白质，这是算一个很环保的饮食。为着要有效达成低碳环保的目的，伫咧船顶，佫透过脚踏车的动力，完全无用电的方式制作原料，佫利用太阳能，互胖会当发芽。这个机器是一个用太阳能的烘干机，很健康，所以我放在下面。然后阳光从这里到，然后到这里，几个小时后，我的面包已经干燥了，一定可以吃。告诉更多人，这些东西都很便宜，很容易，大家都可以做。所以希望鼓励大家做，往自给自足，往环保的生活方式。其中，这只船顶佫有泄露水系统，将海水直接过滤变成会当啉的水。伫咧喷和排泄物方面，就透过渔网直接分解，彻底完成生态循环的工作。目前，海洋游牧者号会继续环游世界，希望提起大家减碳生活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20年前9日大地震，政府嘛重新来修订建筑法规哦，提高耐震的标准。也毋过，台湾佫有真侪真旧的私人建筑，特别是旅馆、病院、私立学校等等哦。为今年7月7日，拢爱做地震的评估。也毋过哦，要强制来要求因爱补强，佫爱等修法通过。1999年9日大地震了后，政府提高建筑耐震标准，并且对公有建筑做耐震补强。但是伫9日进前所起的私有建筑物，耐震能力普遍无够。大概民国93年之后的建筑，我们现在新盖的，那个防震系数都提高很多，所以相对安全很多。但是在之前的就几乎应该都是不太能够防震的。自9日以到这几年来的花莲大地震，会当看到真侪私有和公共使用的建筑，包括病院、旅馆、私立学校等等，一旦倒去，后果真严重。今年营建署修正公共安全检查申报办法，自7月7日开始，包括私立学校、病院、旅馆等等1000平方公尺以上私有和公众使用的建筑，都必须要做耐震评估的申报。如果他依照规定应该要申报而不来申报，或者是申报内容还是不合规定的话，我们是引用建筑法77条的罚则，是在建筑法第91条，他会处罚这个申报人6万到30万的罚锾。按过这个建筑的所有权人依照规定做完评估，就算耐震力无够，目前嘛无法定会当强制要求伊要做补强。就是政府要强制性的要他们做这个补强的动作，现在在法上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目前我们就在研修建筑法第77条之一，建筑法的修法案目前已经送到立法院那进行审查。那么期待未来如果这个条文修正通过之后，我们就有一个强制补强的基础。Q11是一个转变的时间点，互新建筑有更较悬的耐震标准。但是新建筑不但咧提升，旧建筑不应该袂顶袂动，尤其是学校、病院等等私有和公众使用的建筑，到即阵拢无建立强制补强的机制。未来嘛是必须要透过修法，加速私有建筑的耐震补强，保障民众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搁一个新闻，咱来看英国的哈利王子跟夫人，搁有搭出席的后生阿七哦，今仔到南非开普敦展开10天的访问行程，伫当地是真受到欢迎。非洲囡仔用歌声热烈欢迎哈利王子娶某梅根甲后生阿七，规家伙仔第一摆斗阵正式访问非洲。这场官方邀请的主线活动，虽阿七无公开出现，毋过阿宝两个人到岛拢是焦点。Our first visit as a family, with my wife by my side, focused on th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acing millions of South Africans,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hope that we feel so strongly here. 不伫非洲各地旅游，嘛伫赖索托待一年哈利王子对非洲有特别的感情，尤其对当地有一寡人来讲，有非洲血统的梅根，和这摆访问更加欢喜。It is such a privilege to meet all of you today, and to start our visit. My first time in South Africa, here in Nyanga. We have just spent some time seeing all the incredible work. 比起非洲民众热情，部分环保人士可能唔是安尼想，因为正前捌讲过，环保爱地球哈利阿宝，正前捌在讲内坐4摆私人飞机，该段奢华别装受到批评。这摆因特别选择一般民航机的头顶舱。伫阿宝斗阵结束访问了后，哈利王子买一个人去波扎那、马拉维甲安哥拉。记者综合报道。苹果新的手机 iPhone 11哦，顶礼拜5全球上市，为了要刺激伫中国的销售量 ，iPhone 11的基本款的定价哦，无到大约3万块，比去年 iPhone XR 还俗。苹果伫咧顶礼拜5杀出新的机啊 ，iPhone 11。虽然伫咧中国的网络有先开始卖，迄当时传出销量袂歹，不过伫咧正式开卖迄一天，伫咧上海门市的外口，并无出现排队的人潮。这甲前几年排甲落长的情况是袂比值。啊，即阵智慧型手机啊，已经无啥物市场啊，佮加上 iPhone 伫咧这几年因为技术无啥物提升，特殊销售量一直下降。啊，为着啥人摕来买，一向伫咧中国价销量较悬的 iPhone， 即届塔价销的幅度是减少袂少。基本款的 iPhone 11定价5499人民币，差不多大票27000块。有电商更加杀出现金补贴等等的优待措施。就是说，产品首发上，我们会根据每一款机型实施500到1000左右的现金补贴。iPhone 11伫咧中国落价是互袂少苹果迷有换机的想法，不过也是有消费者当伫咧丢毒也未出手。我感觉这一系列都太重了。然后并且也没有5G，我打算等5G 出来了之后再对比。伫咧苹果杀出新机的前一天，华为是先杀出5G 新的旗舰机 Mate 30系列，配着电影级4个镜头，也有超高速的摄影功能，会使慢动作掠到正有路的画面，亲像鸟啊、会色啊等等。分析家就认为，苹果伫咧技术方面已经慢人一步，未来伫咧中国市场会面临更较大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北部、东北部地区佮有东部地区会有局部地降雨，中南部地区嘛是会侪云好天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